立法院针对总统赖清德的弹劾案件召开第2场的公听会，纳入白国党团的拢推派专家学者来讨论。其中呢，这民进党立委王义川用台语发言的时阵，形容去互那赢推派学者张亚中要求讲爱讲国语，也就是讲华语的意思。王义川是真不满，就要求伊去找翻译。就台语团体批评学者唔呐对国家语言法完全无了解，也要求讲台语袂当搁再受人打压啊。立法院提案弹劾总统赖清德第15办第2场公听会，各党团拢有请专家学者参与。那赢请的学者张亚中批评赖总统一寡作为已经达到宪法红线。另赢请的律师林俊宏是认为弹劾的理由之一是行政院长唔负责，但是弹劾的对象却是总统根本无合理。另外，民众党推派的学者张基乐是认为，目前的宪政世界是咱在上招受政府的状况下底出现制度的失灵。当立委王义川用台语讲同意张基乐看法的时，所雄雄去互张亚中要求伊讲国语。制度上的目前的设计啊，今仔办这公听会，后壁搁要拖国语好不好？我们就彼此尊重，好吧？来，继续。什么意思？主席爷什么意思？哎，请继续发言，没关系啊。我用什么话讲是我的权利啦。啊，你若听无去做翻译啦。后续立委沈碧荣嘛，以国家语言发展法强调，台湾各有族群的语言拢是国语，无应该受歧视还是限制。有台语团体嘛批评张亚中对法律无了解，主流社会独尊华语完全无法律基础，嘛要求袂当搁互台语在公共空间受人打压的情形搁再发生。中国国民党呢，伊的心态对1949年到即阵拢无改变，就是要以中制台。咱若是讲希望会当继续维持咱台湾甲中国互补连。国家认同上具体的就是语言，咱来共同来破除独尊中语的这款的想法，或者本土语言啊，搁重新徛转来这个公共的空间。针对翻译的问题，虽然英国立法院都有试办过各种国家语言之间的统一服务，也毋过台语团体认为，应当平常时就爱有这款服务，互所有的人拢通用家己的语言来表达、协助沟通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